來鄉親啊，講風颱要來咯，佇外圍環流的影響之下，講最近這幾天台東的天空能見度真好，講為富岡漁港會當直接看到蘭嶼，甚至閣會當為蘭嶼用肉眼看到菲律賓。專家講，因為風颱要來進前的沉降氣流會減少到空氣中的浮粒啊，所以看出去的景色會變甲真清楚。能見度真清楚，蘭嶼氣象站大組織播出相片，用目睭地當看到菲律賓島嶼，一個是亞美島，另外一個是北島，和真濟民眾攏看甲槓槓起。空中的那個雲層也變得比較稀少，就很清澈，看遠處都看得很清楚。透過地圖進一步看，蘭嶼佇咧台東東南邊外海，亞美島和北島是菲律賓領土上北邊的位置，兩個島和島水距離大約是112公里。太平洋高壓籠罩之下，都會有下沉氣流。那下沉氣流的話，水汽就會比較少。那台灣外圍環流的下沉氣流一樣，也是會讓我們的水汽減少，就會讓我們的那個能見度會比較好，所以就會看得比較清楚。為蘭嶼看向台灣本島，昨下晡的能見度嘛真好，因為沉降的氣流明顯，減少浮在空氣的有粒啊。這種沉降作用很強烈的這個情況呢，不見得一定都是在颱風的外圍哦。然後，如果是這種很強的這種高氣壓影響的這個情況底下的話，其實也是有機會能夠發現。這一次看起來的話，剛好是遇上就是颱風外圍非常強的這個沉降作用。過去民間流傳，若是當佇咧台東看到蘭嶼，就代表風颱要來遐。氣象專家強調，這兩者之間無因果關係。不過風颱過於環流沉降，確實會提升能見度。不過這邊竟然和菲律賓攏看會到，真正讓真濟民眾攏學了解得起。